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看到这个辛苦的送餐的人员，踮伫咧街路上吹风晒日，国情也想到一寡咧鼓励人志气的台湾俗语，咱讲出来，互相甲观众朋友来探讨。你甲看讲，若天气一个变，乌干霜冻，乌托摆咧徛，嘛是着爱吞忍。过去人一句话咧讲。小钱毋愿趁，大钱就无地趁。轻趁小钱，轻安尼乌托邦安尼铺，安尼一路安尼拼，实在咱真甘心。你甲想呢？送一杯凉的，送一碗饭，总趁是无几十箍。啊，毋过安尼辛苦立即，有法度立即甲讲，一个日趁一个听10万。毋过总是袂当讲放因安尼辛苦趁，放因伫咧趁小钱。你政府机关包含头家人。甚至阁放因伫咧卖命，安尼就不当咯。讲到头家甲辛劳中间，咱嘛知影讲，永早旧时代30-50担、100担前，有真侪只民间的细间工厂，总少是正10个、35个员工。即款的有当着啊，咱做头家拢真有量，无分头家辛劳啦，薪也赶会出来，会当对客户有交代，安尼生头家欢喜，辛劳嘛安慰，加班费咧发，毋捌。讲安尼生粒粒 QQ 拢毋捌，毋过吼时势变迁，永早细间工厂35个辛劳正10个员工，即当阵无相共安尼，即当阵好野人好野味丝，愈趁钱粒愈侪，变作大财团。一个员工1点钟，你若互伊差10箍，1000个员工一工差落去就正10万。你讲要叫这做头家，安怎样法度讲互伊有量？永早咱咧流传的俗语话讲，头家有头家量。有量才有福，即马变迁，时势转变来甲讲财团，财团若要斤斤计较的时阵，爱靠啥？爱靠政府打出来发落代志。毋听国情第3句的俗语话，咱要甲你探讨讲，过去人一句话讲，一时风使一时阵，啊一时寒就用一时云，即句确实有影。较早你讲计程车一路咧驶，一定是插黄的才是计程车，但即马网络咧叫车。啥物色的车拢嘛听讲做计程车。你讲较早咱要食一个饭，无出门，家己去包，家己去买，要哪有人甲咱送到府上？时势制度变迁，有新的设计出来，才会产业。政府虽然骹步对了较后壁，对袂着阵，毋过一时风使一时阵。即马要补救，还佫会负咧。咱来体会，爱体会讲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行船走马3分命。乌托邦一路咧铺，本来就真辛苦啊！你放因去趁钱，哪通放因去卖命？所以无论讲新的制度安怎样伫咧变迁，新的环境安怎样伫咧改变，既然有新的产业产生，政府骹步就爱对甲到，一时赶用一时云，咱爱赶紧用制度来保护这个艰苦人，互因有法度得到更较侪照顾，毋通讲遇到困难，遇到坎坷。干会晓大喙开下下，讲望天地斗吹白啦！说政府就是要鼓励这少年家，虽然流汗拍拼，毋过咱望好前途，人生性命安全，政府原来就爱甲你管顾甲会到，一时赶用一时云。